嚟到德國嘅柏林食咩好呢？有咩好推介？呢條片就話俾你聽，我喺德國食咗啲乜嘢啦。去咗柏林最出名嘅 HB 食炸豬手同啤酒嘅。咁就叫咗一個脆皮大豬手嘅，咁就大概29個9歐啦。個皮非常之香脆，肉質乾身同埋有啲鞋口嘅，比較普通啲，配咗啲酸菜咧都幾解膩。咁香腸拼盤就正正常常，個人覺得最好食就係慕尼黑腸，要另外加3蚊嘅。除此之外，我都係隨意叫咗隻啤酒啦，都 OK 嘅。唔知佢哋嗰啲啤酒係咪比較純正，酒精強啲，飲完都會有少少醉。整體嚟講，呢一間咧都值得一試嘅，不過質素咧就差少少啦。係啲啤酒真係好好飲嘅。嚟到柏林，點可以唔食地道嘅水煮豬手呢？呢一隻豬手係柏林特有嘅水煮豬手啦，個皮超級香啊，個肉咧就比較軟腍，食落去好有骨膠原，又唔算好鞋口，有少少味嘅。比起炸豬扒嘅話就比較淡啲，咁就配咗個豆蓉咧就苦苦地。另外叫咗個好出名嘅炸豬扒啦，豬扒薄薄地食落去好香脆，不過有啲乾身，呢個味道都唔錯嘅。水煮咧意外好食過炸豬手，豬扒就正常啦，只能夠講係非常之有德國特色嘅。喺德國柏林好高人氣嘅貴格咖啡，必食炸雞窩夫牛肉三文治。炸雞窩夫咧係非常之大份，可以2個人 share。窩夫非常之香脆，感覺咧係有啲蛋味。炸雞嘅炸粉都好薄，炸得非常之嫩滑啊！加埋甜甜嘅糖漿咧係幾好食嘅。牛肉係非常之嫩滑，慢煮有牛味，加咗少少松露醬落去，感覺好香。麵包係比較香脆煙韌嗰種，成條包有半個手臂咁長啦，真係份量十足。叫咗杯拿鐵差唔多50蚊，非常之細杯啊！啲嘢食係幾好食嘅，真心係大份，不過就幾貴。2杯嘢飲2個包呢，就已經係600蚊啦，600蚊港紙。